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苗，然后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现嘅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。客家海豚，客家海豚，客家海豚。鹿野到嘞！你喺挨铁摆来到鹿野，你喺台九线323公里嘅所在。听讲啊，这边有众多嘅农特产品，根本就出大家去看一下。嘿，这边係鹿野嘅2000平水橋，呢條唔係踩行嘅，也唔係人造嘅，係水果嘅哦。它的入口好像在那邊，嚟過去看一下。哎呦，講到呢2000平水橋啊，佢喺頭擺40年頭嘅時間，因為客家人來到呢推動。哦，從北埔哦新竹苗栗嗰片來到台東開墾啊，開墾的時間鹿寮海嘅水冇拉用，故所引那個關山那邊的水來那邊灌溉，那片梯是它高，該下背梯是它大嘛，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水轉，啊，故所會引水到那片，在後面那邊的時候會用比較高的石頭堆起來啊，到這邊，啊用水這樣引的過來這裡用。來到台東一定會請一隻當歸嘅水果，睇下點埋嘅水果。不過，阿爸，哎，你好，嘿，阿爸你好，哎，嘿，我喺紅林，你阿啲都買？盡力食起呀，哦，阿啲阿摘定嘛？有一隻的嘞，係嘛？哎，阿用蠻寬哦，哎打開來，係，打開看裂碰有開嘅，哦，佢會有得逼開來哎，別開來就按到熟嘅，用樹愛用扭下來就可以啊。哎用拗嘅，用拗佢都會彈，哦，得啦，愛用就逼哎，開來，嘅，咁就都得摘。都有熟咧，你很心得，啊那個3月啊4月啊咧，就摘下來冰，哎，名都小可有軟咧，啊咧都食得得，有一件哦，有一件哦，也差唔多嘅，一件哦，哎。哦，愛用先冰，也推定係咪科爽？係咪曲度？誒，冰滷筍，誒，啊，你個繼續摘，安尼個潛安尼，你個情況啦。個潛。你鹿野呢片種嘅按度呢闊過，因為你係體質係，甲你係氣候適合種你係福果，野溫度係15度到20度嘅中間，一年樹上係用乜嘢？頭擺係100天啦，哦，啊今日科學有效進步咧嘛，剪你係翹跨，剪落去佢會開個新嘅縫，開新縫了佢都會停留花。啊去做法，哦，阿爸意思講，到天邊哦，咧，我聽嘅意思，本上係100天，100樹上天，啊，你下
硬眼 Q， 啊，底下会出新芽，然后要授粉，就会有听一摆人工诶，一般迄吃眼散诶，啊，听一摆迄人工去做出来的听一摆的蔬长，哎，有蔬长啊吼，哦，数量好多哦，真的是产销班班长哦，今年家私用万元8千嘛，研究做点40偏懂的呢。哦，较早嘅做得生嘛，做得哦，因为去芦笋风，来40偏懂嘅价钱的这个世家。好，来。哦，2 foot 已经拿好啊，它已经裂掉了呢哈。你帮我服务一下好了，两个蓝点，爱新店啊，哦，出水了呢，哎，会出水啊，哇哦，哇，先放旁边，好，啊，你要用完了是？用盐咧条安尼，盐好太低掉的，哦，不要浪费。好甜哦，你看像荔枝的味道。这个号是哪种品种？有咩两种诶，金芒诶，两种好食哦。好香。啊，你都买去哪咯？出去台北咧菜市场。买到台北去哦。哦，总几久咧？总差不多40年有。40年了。哇，这很甜诶，真的很甜。40年嘅功力真係唔可以查。你下唔係講愛燒有問題咩？愛燒迄個黃綠色遐唔係兩種嘅，兩種嘅做內燒好多。哦，不是兩種不過冇嗰種愛燒嘅問題。係。哦，假如黃綠嗰種不過，你下愛燒出現問題，按你都燒起來。做內燒。按用家私就會較冇按好啊。冇按好，啊不過前年都有推廣嘅保險。適合保險，假使唔好嘅時嘅，佢會補貼，算是保底的收購價格這樣子。哦，你還有按用嘅真切的。按你有保嘛？有啊，按用保，按用這個同好啊。頭擺濕嘅轉嘅本土嘅，啊個鹽青菜粒，今日濕嘅鹽青菜粒嘛，應該細粒嘅。誒，真嘅呢？係啊，我記得我細時間吃到嘅鹽動態粒嘅。動態粒，啊你係鹽青菜粒。個嘅，佢冇講嘅冇發現。啊肉好多，那種家私較好啦。不愧是產銷班的班長，厲害。到咧，我有個朋友按到移民，佢帶兩片，但係佢今日冇出，佢桃園農改場，佢請佢爸阿榮係重點嘅，佢去家種茶，還去家買茶，看佢會請嘅是茶的。有你冇？龍哥，紅林，你嗰片裡面有貼寫的個紅烏龍，紅烏龍兩片嘛？嘿。六卷紅烏龍哦，是，好酷哦！它的特點是什麼？它是發酵比較重一點啊，然後製作的手法尾雕也重一點。啊，那你們現在的那個製作過程是用古法，就是用揉的那種，然後自己炒？沒有啦，現在都是現代化的設備了啦。哎呀，巴莫多貢哦，哎你來試茶。好的，那我就燒開水，用味覺見真章。紅烏龍，迄兩片肉芽兩片章油的哦。你色同醬呢？龍哥，你講你紅烏龍鐵色係天哪味？就是它的特色香甜滑順啦啊，然後它因為它是屬於發酵比較重一點的烏龍茶，因為我們這裡的海拔氣候條件，這裡的茶很適合做發酵重的烏龍茶，好香哦。對，剛好可以把這裡的茶發揮出它的特色。
这个茶哈，它就是它的整个制作的功法，它就是我们传统乌龙茶的那个功法，后面再加上发酵过程，它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。啊，你的茶中青法种很多吗？还是我们家还好，没有很多了。按都卖去哪里？蛮典型的那种自产自销啦。自作自受。对，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啊，不很呛，不很呛，谢谢。来，糖哥的茶蜜有来自新竹的东方美人，哎呀，还有阿里山的高山茶嘛。是。对，还有什么样品种的茶？在南投鱼池的那个红茶、红玉啊，也蛮有名的。红玉，对。我们东部这边在东部这边的蜜香红茶，还有我们现在推出来的红乌龙。但是讲真紧呢，你红乌龙哪些替代糖豆？它应该说从正式推出来到现在大概10年左右啦。其实一个新的名称出来，要让大家很广泛知道，其实有时间啊。对，要时间啊。你像东方美人都已经上百年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鱼池的红茶或者是那个蜜香红茶，那个也都20-30年、20几年左右的时间了。哎呦，那这样10年算年轻了嘞。其实算年轻，而且像这样的知名度其实是上升的算蛮快的。像这1-2年的话，我们就是还蛮多消费者就直接来，就会直接问，你们这里的红乌龙，一鸣现在也回来种茶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对茶很有兴趣啊，所以他像这个礼拜刚好也去茶叶改良场去上，感官品评的课程，许多头也无老爱讲一下嘞哈。你对于他回来这样子做茶叶的事情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有年轻人想要再回乡再投入的话，当然我们是很乐观其成啊。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啊。你如果说一直没有新的年轻人进来，或者是小孩子回来再接续的做，很可能就是以后会有个断层，或者是甚至就是结束就结束了。但你们会吃到听到会变一下当转来，会比较有一些化学反应。有看过外面的世界，可能你回来心也会比较定一点啊，也会再带一点比较新或者是比较不同的观念回来。其实对整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冲击，会改变。龙哥，你然后一鸣都继续编10年、20年，你们就开始会变得很有名。哎呀，你是第一波的对啊，祝你们生意很好。谢谢啦，谢谢。